看一下东东，看到了老挝老乡，开心的不得了。回来的媳妇还是有点害羞，她老公让她点餐啊，她都不好意思点。哎呦，你看这个回来2个月了，胆大，现在已经是一点都不知道害羞了。大家好，我是小萌。大家好，老婆媳妇东东。哦，今天我们有个朋友啊，要带着小他20岁的老挝媳妇回海南办理结婚证了。今天啊，正好顺便上去跟他们碰面，见一下。我这兄弟啊，昨天刚刚才到，带着他老婆回来，也要回国领证了。对呀，这一次他回来就要准备领证的，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回来，办理结婚证需要哪些文件呢？他还不是那么熟悉。看一下东东，看到了老挝老乡，开心的不得了。开心不？能上报拍杀金不？扎坎ก็不上。哎呀，一啲啊，公益啦，叫有冇老婆，也都對打，也都熱醒手。哎呀，那妙了。對啊，幸福喂，難都能同你老挝你笑咯，對不？回來的媳婦還是有點害羞，她老公讓她點餐啊，她都不好意思點。哎呦，不要，你看這個回來2個月了，膽大，現在已經是一點都不知道害羞了。Qua nó mở cái top của cái qua vừa sẽ cho cho cái công ty qua tôi áp đi cái áo thì là công chứ thì còn cái công cốc thì cái ngành nó sẽ qua tôi kể ra cái tình chuyên toàn gì không大同小异类，也拿去的单身证明，无犯罪证明，也得连凭当地的司法厅认证，然后那那个大使馆的都公证哦，爸爸看到了啊，八字，也有100分是不？我哋giờ cái gì nó hay tiếp biến kêu hướng tiếp biến và hay tí con ngồi trang yêu cái gì cấp hai nô nào cấp hai đó nô là cấp hai chú hai kêu hướng tiếp biến à giờ thì tôi sẽ giờ cái chất vấn thiếu phải tôi điều việc kiếp buổi của chúng tôi là với cái bì này nên 40对，还文件处理，女方的单身证明，然后无犯罪证明，跟我这样聊来，再一个就是必须要有大使馆的双认证。大使馆这个什这个台江咯，就这嗰個貼紙，護住到咧，這個護住到咧，咁冇人知道有啊，護住到咯，搞在照片，換係會考試，身份證原件、户口文件、购服员、护照，然后完这签证页还有护照首页再复印，然后就是拿去就可以了，这就可以到那里就可以直接注册、登记、领证。就你到位登记注册完，马上就可以领证，很简单。他是我老婆的户口本，你那个护照首页要翻译，然后他那个签证就复印出来就行，复印出来就不是翻译的是吧？不用护照原件搞到跟人要我手机给我那边呢帮你全部完成打印出来，里面有那个婚姻登记处的登记了。一對話到年底，當初啊睇得到啊，我先是去歐姆覺得，我先跑去琼台區民政局，問那裡民政局民政局說，他們這裡辦不了，要去那個涉外辦證中心，就是在海淀島那個叫做海南省兩邊還是那個福利中心那裡，還有那個就是涉外婚姻的到那裡，我都是到了現場內，我第一次去。忘了拿户口本，搞過嚟話要掛到啲文書嗰邊，要無考試交，我那每一隻文件手機完成，剛好我有朋友是專門實業做翻譯的，所以當時就很快，我就發給他，他大概就是30分鐘還是1個小時，就把我所有的文件翻譯好發給我，我就打印出來，然後再拿去那辦，所以當天下午到，一直弄到了4點半才辦完。但是也很快，当天去基本上当天就办完了。那我等下我就去拿文件，然后你就帮我拍个照，拍照传到你朋友那里，让他翻译就行。带你老婆拍个照，然后
去那里注册领证 ，OK， 可以就回领罪了。哎，很快了。就是你我看到一刷到你抖音，咦，这个是老偶像，也是刚回来才2个月。所以我就关注你嘛，关注你后我就想就是咨询你嘛，就是我这就是缘分。对。Yêu đến u. Nó đi. Wa cái mai u Wa cái mai bo u akai ý keng mà u dù dân na lương một ký dung. Dân na hót cho vật tay tuổi kia thì không. เขากับเจ้า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ไหหลำแล้วติดต่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บ่ได้แล้วผัวห่วงเขายังถามคุยว่าใช้ยังไงเห็นบ่ผัวดีอยู่ ยังเกอร์ให้ยังชิฟู เมียค่อยว่าเจ้า2 คนเป็นลูกสะใภ้ไหหลำแล้วก็ค่อย2 คนเป็นลูกเขยเรา犯罪证明个人身份证证明 passport พาสปอร์ตก๊อป เอาแค่กับจุดี都给主要就要弄用เอาไปใส่น้ำกัน就是说女方如果要在中国在海南这边没了逃别了还要有出生证证明还有个人单身证明以及无犯罪记录证明都是要经过双认证的，这是女方需要的。还有一个是护照的复印件，男方的话就比较简单，男方的话就需要一下户口本和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就行了。海南的话，登记的时候，它有特殊的要求，好像别的省份没有。海南这边的话，它要求说要翻译这个护照首页，还有我们这个单身证明、无犯罪证明上边它有很多老挝的公章这个它也要求你必须要翻译出来，所以基本上带上这些，还有男方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拍上个人的照片，完成办出来的话，带回去的话就登记结婚，就成为合法的中国夫妻。一会儿我们带你去那里再逛一下，走一下。太堂堂。备齐了所有的材料，就需要来到这里登记结婚。这里就是海南省涉外登记中心。今天的话，由于是周末的话，没人上班，所以的话，他必须要备好材料后，等到周一过来这里登记结婚，就可以领结婚证了。这个大哥到了，大哥带着他的老婆媳妇到了。明天你夫妻俩带着文件到这里。这里啊？对，这里就是海南省涉外民政局，你看吧，海口市民政结婚登记处，送材料进去。今天的话，因为是周末，人家不上班。就这里。对，然后还不上班，所以你要等到周一。这里就是婚姻登记处，明天他们领证了，就可以在这里拍合照，表示他们2个是合法夫妻啦。我们是海南的这位大哥，他们已经顺利跟他的老婆媳妇一起领到了结婚证了。天，祝福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圆圆满满，恭喜恭喜啊！